咁我為大家介紹 Philips 視像智能鎖嘅教學。打開 App， 撳添加設備，再撳手動添加，選擇型號，撳2下星號鍵，輸入密碼再撳1下井號鍵。如果需要語音提示，撳4。連結家用路由器網絡嘅2.4千兆赫茲網絡，輸入密碼，撳繼續連接，將 QR code 對準門鎖鏡頭，聽咗語音成功連接之後，輸入管理者密碼及短暫時區。配對成功之後，可以為門鎖設定名稱。最後揀立即體驗，就完成所有嘅步驟啦。首先喚醒門鎖，撳2下星號鍵，輸入密碼後再撳1下井號鍵，需要語音提示可以撳1。跟住，撳1添加用戶，登記指紋需要印8次指模。在印指模嘅時候，可以盡量選擇不同角度，增加辨識度。首先喚醒門鎖，撳2下星號鍵，輸入密碼後再撳1下井號鍵。如果需要語音提示可以按1，撳1添加用戶，然後輸入2次登記密碼就完成啦。輸入密碼嘅時候，可以在前後隨即輸入不同嘅數字，再撳井號鍵。首先喚醒門鎖，撳2下星號鍵，輸入密碼後再撳1下井號鍵。如果需要語音提示可以撳1，撳1添加新用戶，新門卡要盡量貼近感應位啊。如果遺失門卡，也可以從 App 得知已登記嘅門卡嘅編號，重新喚醒門鎖，撳2下星號鍵，輸入密碼後再撳1下井號鍵，撳1係添加用戶，撳6係刪除用戶，撳3係刪除門卡。最後輸入刪除門卡編號，再撳下井號鍵就可以啦。首先喚醒門鎖，撳2下星號鍵，輸
輸入密碼後再撳一下井號鍵。如果需要語音提示可以撳1。撳2設定一次性密碼，重複輸入2次密碼。係 App 裏選擇密鑰，選擇臨時密碼，仲可以設定30分鐘有效的臨時密碼用嚟分享啊！